继续来看这个气象局，是伫个昨暝来发布着苏拉风台的海上的警报。这个垦丁的南湾马上就插这个红旗啊，禁止游客来做水上的活动。这个风台愈来愈近，嘛，互靠天食饭的果农甲菜农真紧张。即摆文旦又当咧大出，花莲甲台东的油啊提早来采收，芬林的应菜甲葱啊，嘛是一透早就采收出货。还佫有嘉义东石港饲蚵仔的人家，嘛赶紧出海，甲这个蚵仔皮甲拖倒来港区闪防护。食一喙油啊，酸甜济切，即摆当时分蛋的出产期，所有风台要来，今日当赶紧提早采收。2个人吗？2个人。果子园内底增加人力，拢是农会斗相共吹来临时工，加较济骹手倒办和包装。说不紧张骗人啊，还是会募集一些工人多把收起来。农民买油啊包装赶出货，花莲水乡的本淡山区油啊农抢受果子，还有东海岸台东的太原油果。果子农卡手一买了，赶紧甲本淡慢慢落来，就惊即马发甲真水果子，拢叫风台扫落地，惊风雨还有油菜类。上惊雨水引菜，菜农一透早就赶紧做事。菜园头前坐一排，大家是不用试试，紧甲挽落来菜丝运去车顶。明仔载风台来，是后日风雨较大，所以讲这伊要收较济。虽然有葱啊，进城的人听到风台要来，嘛心惊惊。甲菜丝捆起来，摸起来火车顶。边步边烦恼啊！全台湾油菜类重要产区分林抢收的那葱啊、应菜，还有红姜菜顶，惊风台扫来，还有这个车。船啊，一只入港，甲几人拿青蚵仔载转海。去收诶。天未光就出门，会当收偌济就算偌济，因为不偌久进前风台，互家己东石港的青蚵仔是了真济。伊嘛从一寡小寡嘛，先收起来，今仔收起来就风台佫搞，收起来人迄落就本啊。除了收，会当收成的蚵仔，嘛甲蚵仔片拖转来到港口。面对所有风台变化，靠天食饭的龙鱼面虽然是真活跃，嘛甲当做好风台准备，降低损失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